今天这个不露点来地震，怕我身体剧烈吧。一种澳洲蛮系列跑了一个票把门，别人呢隔了个这边蛮年把门，还是那新别的话语。老陈那些地买地的负责，我主个还来跟我票来把门。今年阿里啊那些的服务你要完，第二跑肉配来烟才里洗完嘞，96嘞我昨天嘛没有把嘞。买的服赶快个把门。我从马台木边赶快的过个把门。他所以呢哑巴比，他说嘛露出的没，就对把门。风铃这边呢那趟路哑巴比，那咱这里没数把握，就嘛赶快的不把路路东路哑巴的。我这毛中间得到木路，明年的谁老都加把嘞。叫我来接路表里啊路，先到九路来哑巴嘞。谁保人的节目路能那样出把嘞？